朕就将嫣然赐婚于你，日后你要多多照顾。谢皇上。恭喜尹将军，恭喜大哥。大哥，还不赶快谢谢我？我这都有大嫂了。谢谢妹妹，谢谢大家。居然没有想到嫣然会服毒，差点闹出人命。什么服毒啊？其实啊，是小四的归西丸罢了。归西丸？你说什么呀？还不是你这个好妹妹出的主意吗？连父皇都敢蒙骗。怎么了？你要告发我啊？我若要告密，你还能活到现在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呢，先是让嫣然服了归西丸，然后让她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毒。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呢，都是为了逼你出来而唱的一出戏啊！难道这是你们设下的圈套？这可是皇后娘娘都知道的。妹妹，还是你聪明。那当然，小猪可不是白叫的。这施药一事啊，乃是嫣然的主意，也是为了测试你的真心。如今这段婚姻，正是因为你的勇敢无畏感动了她。哎，四王爷呢？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他呢。哎，小四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凌晨王到。舅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才半天的功夫，嫣然就白白便宜了以后那小子？皇上开了尊口，你我怎敢违抗啊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王爷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这一次，王爷得舍出你的心头肉了。你是指你的双儿？双儿见过王爷、相国大人。双儿，你可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啊？双儿不知。双儿，相国大人打算收你为义女，你可愿意？双儿不敢高攀。哪儿的话呀！从我一见到你，就觉得你跟老夫投缘呢。啊！还不快拜见义父大人！双儿拜见义父大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起来吧。义父，可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吗？双儿啊，既然叫我一声义父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我这一生必定是要辅佐二王爷登上皇位，可是那谢延琪却处处和二王爷作对。自古长幼有序，二王爷本应该就是太子。你能这么想，我非常高兴。你愿意为我和二王爷做事吗？双儿危难之际，是王爷救了双儿。
现在相国大人又是这样的抬举双儿，无论什么事，双儿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！双儿，这次要为难你了。王爷想让双儿做些什么呢？我和二王爷想让你成为谢延琪的女人。你吓我一跳！哟，把你吓傻啦？瞅你那小眼神儿，生无可恋似的。别闹，我有心事儿。哎呦喂，这自从到了古代，我可就没见你烦过。好吧，说来听听，也让我尽尽闺蜜的本分，帮你排忧解难一下。去死！顺便也让我乐呵乐呵。去死！我今天看着四王爷，觉得他心情不好，好像有心事儿。我想帮帮他。我也觉得他怪怪的。阿光，你不会是对小四的……讨厌！你不会是对小四那个什么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是看他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轻柔，咱们帮帮他吧。怎么帮啊？哎，轻柔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别看四王爷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啊，他也是受过情伤的人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觉得吧，他肯定也是无时无刻的想着他的心上人，所以咱们就像上次骗皇上那样，把他的心上人给召唤出来，让他见见，好不好吗？不好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心上人长什么样。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哎，他们家里啊有一个那个女孩的画像，咱们就这么着把那个女孩的画像给偷出来，行不行嘛？好。小四，我们来找你玩了。广公公，哎，你们王爷呢？四王爷一早就出去了。唉，点儿背不能愿意受贿，咱们还是进去等他吧。走。阿光，你说小四会把这幅画藏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只能先四处找找了。哎呦，你说小四最喜欢在房间里面藏一些美酒了，要不我们先去找找看吧？好啊，走。李姑娘，您还是等四王爷回来吧。我跟你们四王爷那么熟，哎呦喂！尹姑娘，好疼！尹姑娘她有疯牛病，是麻风病，你赶紧去找太医，一会儿就不得了了。快点去，快点去！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！你才有疯牛病呢！哎，我这不一时口误吗？好了好了，赶快去找吧。好。阿国，你快来看！啊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小四朝思暮想的人啊？应该是吧。哇，你看她长得多漂亮啊！可是为什么她穿着戎装呢？哎，行了，先别想那么多了，赶紧把她的样子记下来。你以为我是照相机啊？咔嚓咔嚓咔嚓就能拍下来啊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私闯我的寝宫，还乱翻东西，
看来真不把我看着王爷了。哎呀，小四，我都跟你这么熟了，你就别那么严肃了，好不好？轻柔，我看是三哥把你给惯坏了吧？没有呢。说吧，所为何事？我想，并非只有喝酒那么简单吧？我这次来呢，是感谢你上次帮我大哥的忙的。那谢礼呢？谢礼？既然登门感谢，没有谢礼，那谢字就毫无诚意。谁说我没有谢礼了？哦，我是来邀请你参加我们的烧烤大 party 的。烧烤爬梯，什么意思啊？没听过没看过吧？保证你不会失望的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一定到。广，哎，青柔，青柔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，我最近辣条吃多了啊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呀，走啦！哎，刚刚那个烧烤 party 的事儿，你有没有跟三王爷商量啊？商量个鬼啊！那是本姑娘急中生智，好不好？嘿，还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哎呦喂，我这也不知道为了谁。我知道错了。哎，你辛苦了啊。哎，翻脸不认人，你个小贱贱！你来了。王爷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叫我王爷？怎么突然知晓礼数了？想必心怀鬼胎吧？其实呢，我是想办一个篝火 party。篝火 party？就是一个大聚会，大家一起喝喝酒、烤烤肉什么的。不可。为什么呀？我朝勤俭兴邦，而我等身为皇子，必须更加严于律己，以身作则。你若举行宴会，必然大有动静。若让父王得知这王府里大兴奢靡之风，必然会怪罪于我。哎呀，我只想找熟悉的人一起喝喝酒、聊聊天、吃吃肉，花不了几个钱的。这……哎呀，求你了，你都没有吃过我烤的肉呢。你？保证你吃了我烤的肉，一定赞不绝口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准备吧，但是切记不可铺张浪费。了，没问题，拜拜。皇上，大皇子归天已久，这储君之事还望皇上早做决断。皇上，微臣斗胆推举二皇子。相国，臣在。你有何想法？启禀皇上，此事虽有关国运，但也是皇上的家事，臣不便多言。严晨是朕的孩儿，朕最了解。若将国之大任交付于他，恐怕今日他还难以承担。储君之事，众爱卿就无需多言了。臣等遵旨。杨大学士啊，臣在。朕近日偶感风寒，朝事太繁重，过些日子让严琦到我这儿来，帮朕处理一下朝事。微臣记下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退朝。臣等告退。
舅舅，你还有心思喝茶？你还有功夫喝茶？眼看着太子之位就要落榜了，若是让谢延齐当上了太子，你我可就真没好果子吃了。你慌什么？还不慌？难道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了？皇上最近身体抱恙，表面上说是偶感风寒，可我问过太医，皇上这是久病成疾，若要康复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这可是你的好机会啊！此话怎讲？你应该趁机多多探望皇上，侍奉茶药，多吃斋念佛，为皇上祈福，这样你的孝心必然上达天颜，下承民间。好，那我明日就进宫。不，今日就进宫。来人，在，准备进宫。是。哎，这是一种小虫子。哎，尝尝这个。哎，好，好。哎，多喝点啊，味道真好。我先不吃，后从来都不敬你一杯。来，这为何物啊？这个呀叫羊肉串。这如此吃法倒也新奇。吃一个嘛。三哥怎么样？此物竟如此美味。来，王爷，来。不脏了。来，我教你怎么烤。好。特别简单。来，拿着扇子，刷点油。好。转一转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一下你们小两口。哎，王爷，我先借轻柔一下，一会儿还你啊。等我啊。就我也来试试啊。王爷，我帮您烤吧。慢着，让本王自己来。来来。哎呀，好了没呀？大头那边都准备好了，你快点儿。OK， 你那边，我那边。OK。来，好，王爷，你快点儿。小四，干嘛？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哦。这酒菜不就已经是大礼了？还有什么呀？哎呀，跟我来啦！哎，快点儿！哎，来喝。哎，过来！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劫财还是劫色呀？你想得到没？快开！玉童，玉童，哎，切莫上前！我这是用西域幻术召唤出他的魂魄，你要上前，他就散去了。你胡说！玉童明明还在世上，你如何能召唤出他的鬼魂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哎，小四，果然是你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只是想让你开心一下。逗我开心？逗我开心就用这种魑魅魍魉之术来哄我吗？尹清柔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小四，你别喝了。小四，
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那你能告诉我，雨桐到底是谁吗？告诉你也无妨。雨桐是我心爱之人。雨桐与旁人不同，她虽然说是女儿身，但是酷爱戎装，常常陪我骑马、打猎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就连这只箫，也是她送给我的。难怪。那他现在人在何处呢？他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他仿佛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那你这么多年，是一直都在等他吗？青柔，你爱一个人，你可以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我可以等他一辈子。瞧见没有，这小子又能喝又能吃，天天晚上他都要喝，跟三王爷一个模样。你看看，瞧见了没有？哎，知道吗？听说那个二王爷，那是每日都为皇上祈福，特别诚心，天天都吃斋念佛呢。是，听说了，而且还听说他天天服侍皇上喝汤药啊！哎呀，真是个大孝子啊！哎呀，不错，我想着二王爷将来必定有番作为。是啊，这要跟当年圣上一样，那咱们百姓可就享福了啊！对，是不是啊？百姓的福气，就是他说的没错。臣见过皇后。哥哥来了，嫣然近日可好？好，还好，毕竟待嫁闺中，最近甚是乖巧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哥哥会为这段姻缘而生气呢。啊，不，皇上既然开了金口，臣哪敢不满呢？臣这次来，是向皇后娘娘报喜来了。哦，皇上身体抱恙，二王爷伺候在侧，并且吃斋念佛，为皇上祈福。二王爷的孝心，真乃是江山社稷之福啊！臣儿一片赤诚之心，皇上也是十分感动啊。民间也在流传，说二王爷是人中龙凤，必是大福大贵之命。民间还有何谣言？这个，臣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还有什么话不能在我这里说的吗？啊，民间还在流传，说皇上这次病重期间，三王爷、四王爷不但不侍奉左右，还在王府内狂欢嬉闹，真是有失皇家风范呐。此话当真？民间是如此传言，臣也不知真假。这是草书，看明白了吗？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免礼。哎，大同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晴柔，我在市集上听到一些传言，特来告知你们。哦，是何传言？大家都在说二王爷宅心仁厚，皇上身体不好时，天天在身边伺候着。倒是说你，我怎样？说王爷您，
没有小心。皇上生病了，非但不照顾，反而还天天在王府里作乐。哎呀，都怪我！你明明不让我在家里办那个 party 的，都怪我太任性了。怎么办？都怪我。只是些坊间传言，不必介怀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？我们只不过是几个人办了一个小 party， 又没花多少钱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你啊？你是在为本王担心吗？哪有啊，我只是怕害了你啊。王爷，这些虽是民间的风言风语，但是不得不防了。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都怪我，尹晴柔，你真是个猪脑子，怎么就没有一点点政治觉悟呢？好了好了，晴柔，此事是本王的决定，与你何干？你们也不必烦忧，何况本王本就无这争夺皇位之心，所以此事啊，并无大碍的。王爷，李章斗胆一言，但说无妨。虽说您对皇位没有争夺之心，但是如果这皇位被别人夺走了，您能保证全身而退吗？这大王爷就是前车之鉴呐。谢延启，你之前无夺嫡之心，是因为大哥宅心仁厚，有明君之相。如今大哥已逝，若这皇位让二哥夺了去，世间必将生灵涂炭。如此这般，你必须好好想想了。这事情竟有如此传闻。是。这市井之言不可轻信呐。这齐儿的秉性，你我都清楚。朕在病中，这齐儿每日都进宫，照顾在侧呀。你看，他看朕的腿脚不好，就给朕送来了这个轮椅，说是找能工巧匠特意为朕做的。你看他什么时候把孝心挂在嘴边了，还不都是付诸于行动吗？可事情为何又有此传闻呢？这其中必有蹊跷啊！要是义儿活着，你我就不必为此担忧了。皇上这番话，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义儿。哎，不要难过，朕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。我看最近朝堂之上，为了皇储之事，也有些异动。我们还是趁早决定吧。王爷，都这么晚了，双儿，吃点东西吧。外边可有耳目？王爷放心，都已经离开了。双儿果真聪明。过几日，相国大人会正式设宴，收你为义女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双儿知道。其实本王也十分舍不得你。双儿明白，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。今后双儿不管身在相国府，还是灵齐王府，双儿的心都会在王爷这里。
你放心，等事情成了，你就是我的贵妃娘娘。双儿谢王爷。不过双儿，你到了相国大人那儿，一定要做出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，千万不要让人看出你是青楼出身。王爷放心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你们这些臭男人，还真以为本小姐是青楼之人呢？本小姐那可是下得厅堂，上得大床，岂是你们这些古代的蛮人所能理解的？早晚有一日，要让你们为轻视我而付出代价。双儿，你这一去，就不知道何时才能见你。来，让本王好好看看你。王爷，佛祖面前，你不怕遭天谴呢？哼，我就是天，这酒肉戒都破了，再破一戒，那又如何？婵儿、琪儿，朕前些日子偶感风寒，你们二人悉心照料，朕都看在眼里。父皇哪里的话，这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为父有意让你们二人同进御书房，协助朕一起处理朝政。你们二人意下如何呀？谢父皇，儿臣感激不尽。琪儿，你呢？为父皇分忧，此乃理所当然之事，儿臣定当鞠躬尽瘁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你们兄弟二人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协助父皇。是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三弟，你说父皇让我们共同议政，是所为何事？二哥以为呢？三弟那么聪明，想必不会不理解父皇的用意吧？他是想在你我二人之中选出太子之位。二哥怎可如此揣测圣意？难道三弟不这么想吗？四弟玩世不恭，父皇肯定不会将太子之位给他的。那以二哥的意思，你我二人谁更合适呢？那我倒想听听三弟的意见了。王爷，相国府送来的信。相国府。相国此举，到底意欲何为？义父在上，请受双儿一拜。双儿，起来吧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我新收的义女双儿。
双儿见过各位大人。原来此人就是谢延齐，长得倒是不错。哼，管你是谁，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今日承蒙各位大人光临，小女不胜感激，唯有以一舞聊表谢意。好。妹子，王爷不让你来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你为何如此固执，来凑这个热闹？他不让我来，我偏来。哎，不是我说，我让你来是让你跟你们家嫣然相聚的，不用管我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我走了，你们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记住啊，千万不要闹出动静，我一会儿回来接你们。哦嘞。男人果真都一样。可别把我算在内啊！切，闭嘴！你们都是外貌协会的，他谢延齐竟然给丢下，自己却跑来看姑娘，我到底要瞧这是何方神圣？哎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啊呸！本小姐逆反心理重，你不知道？哎，你看得清到底什么人吗？那么远，谁看得清啊？谁？阿果，你快掐我一下！哦，这真的是他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没有看错，除了他孔双双，还能有谁啊？我去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没想到这个女魔头也穿越过来了。看来这周大同啊，说的是真的。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我们还是走吧。你给我振作点儿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你可是准王妃了，不用怕啊！哎，她怎么就变成相国的义女了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谁？啊！快跑！站住！快点！双儿，你没事吧？义父，双儿没事，多亏三王爷仗义相救。啊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没事就好。诸位，来喝酒，喝酒。双儿谢三王爷救命之恩。姑娘言重了。双儿虽不胜酒力，这一杯还是要敬王爷的。好。王爷，
舅父，我那义女，你觉得如何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舅父得此一女，真是好福气啊！王爷既然满意，老夫就将这义女赠与王爷做个妾，如何？啊，舅父说笑了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哦，你这是嫌弃我那义女不够姿色，还是嫌弃老夫我高攀不上啊？当然不是，舅父，您喝多了。我清醒得很。小女嫣然自幼跟你青梅竹马，老夫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儿子，可没想到啊，哎，也罢，嫣然她没有这个福气呀。舅父，嫣然与尹浩乃是天生一对，舅父您就不要再介怀了。你已经有了王妃人选，老夫不勉强你，可老天可怜老夫，又给了老夫一女。老夫这一女出尘脱俗，虽说是个义女，送给你王爷做个妾，也不会辱没了你吧？老夫就把她托付给你了，也算了了老夫的一个心愿。舅父，您真的喝醉了？我没醉，没醉。双儿，义父，王爷。双儿，我把你托付给王爷，你可有异议？双儿并无异议。双儿既无异议，那老夫就做回主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舅父，这盛情，颜琦实在不能接受。你，王爷可是嫌弃双儿？义父既然已经开口，王爷如果不要我的话，双儿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双儿不如死了算了。不，双儿姑娘，你误会了。三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怎么能如此不解风月呢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又对你有意，你如此拒绝她，岂不是太无情了？那若是这样，就先让双儿姑娘暂居舍下，日后再议吧。王爷，这三弟啊，你真是太有艳福了，羡煞哥哥我了啊！王爷，双儿姑娘到了。请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就让李章送你去房间吧。我现在还有事，就不送你了。姑娘，这边请。双儿姑娘，这位是王爷未过门的王妃尹姑娘。双儿见过尹姑娘。咱们这边走吧。李大哥，双儿第一次见尹姑娘，觉得甚是亲切，不如就由尹姑娘带双儿去吧。这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
大哥，没关系的，我来吧。那有劳尹姑娘了。李大哥慢走。嗯。不错嘛，尹清柔，这都混成王妃了。你说古代人的眼睛是不是都长背上了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也能混上王妃？难不成是因为这古代没有美女吗？不对呀，我不就在这儿吗？尹清柔。我这都过来了，识相的，你就给我马上消失！哎，孔双双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古代，我不怕你。这儿没有什么剧组，也没有什么大明星，更没有什么小助理。哼，跟我来！哼，进来吧。脾气见长了，尹清柔，翅膀硬了。去，给我倒杯水去。切，又不怕烫死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听他的话？孔双双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在可没有什么大明星，这儿是古代，大家都一样，还轮不到你使唤我呢。看来你是不打算穿越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我还是我的大明星，你还是你的小助理，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。你最好给我小心点儿，识相的就好好伺候我，别惹怒了姑奶奶。你谢延琪，这事我跟你没完！哼！谢延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时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？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啊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谢延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？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这难道是吃醋了？我吃醋？切！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先把话说前面，你别哪天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呢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哼！哎，妹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一帮臭男人！哼！王爷，我查到了，这双儿背后果然有玄机。快说。双儿在几个月前就进城了，进城之后就住在二王爷别院中。我听说他经常与二王爷在别院中私会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日在仪式上，二哥与舅父一唱一和的，我就知道此事之中必有蹊跷。王爷，既然此女有问题，我去把她赶走，以免晴柔更加误会。不必。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王爷也是贪恋她的美色吗？王爷可别忘了，你已经有我晴柔妹子了。你先莫要着急。我问你，比如这咬人的猛虎，你是将其放归山林呢，还是关在笼子里呢？王爷的意思是，与其将他赶走，不如放在身边，以便更好的防范。哼，
你明白就好。对了，我赶快去给我晴柔妹子解释，以免她更加误会。慢，晴柔姑娘向来心直口快，若是让她知道了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可是王爷身边忽然多了一个女人，她肯定会不高兴的。哼，无妨啊。我倒想看看尹晴柔这坛醋到底有多酸。王爷，何事啊？双儿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何事？双儿见王爷这几日每日操劳，便吩咐小厨房炖了碗鸡汤，给王爷补补身子。双儿姑娘有心了，本王先谢过，鸡汤先放下吧。王爷，双儿有些话想跟王爷说。但是无妨，本王自然洗耳恭听。坊间有很多关于双儿的传闻，不知道王爷是否知晓？哦，是何传闻？不曾听过。坊间都传闻说，双儿与凌尘王有染。但是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双儿与那凌尘王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哦，你与二哥之间有何冤仇啊？当日那凌尘王在双儿家乡逛灯会时见过双儿，从此便心生歹念，一心要纳双儿为妾。可当时双儿已经许配了人家，是断不能从他的。凌尘王知道以后，便伙同知县将我那可怜的夫君下了狱。之后，我夫君不甘受辱，冤死在了狱中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他还威胁我一家老小的性命。双儿无可奈何，为了保全一家老小，只能从了他。竟有此事？那你可曾报官？报官？官官相护，谁敢告他？王爷，自从双儿第一次见到王爷，便知道王爷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请王爷为双儿做主。此事非同小可。若你所言属实，本王定将还你一个公道。李章，在，扶他下去，好生安歇。是。谢王爷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，言辞恳切，就连我这个粗人听了都义愤填膺。我的天，他都能拿奥斯卡了！奥斯卡？哎呀，就是我们家乡那边一个说瞎话表演状元奖。哦，对了，谢安琪怎么讲？王爷也没说什么，就说一定要将此事过问清楚。李大哥，你一定得信我，这孔双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你一定得处处提防啊。放心吧，那李章先告退。好，李大哥慢走。哎，晴柔，你来啦？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孔双双。我听阿广说了，这话说回来了，你俩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那可不，而且现在王府上下的人都夸他有礼貌，说他是大家闺秀。真的假的？他还能有礼貌？他现在啊，到处逢人就讲自己悲惨身世，说什么为救自己的母亲甘入虎穴，然后还英勇献身来着。我去，这娘们演古装戏演出毛病来了吧？
我看我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王府的，所以大同，等我流落街头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哎呀，晴柔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这乐天斋啊，本来就是你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晴柔，你可不能老是这么被动挨打。咱们现在穿越到古代了，大家都平起平坐，凭什么只能让他作威作福啊？我也想过，可是如果我们跟他斗的话，那穿越回去怎么办？那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哎，大不了不干呗。这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明星一个剧组，咱呐就在这儿把钱赚够了，等穿越回去还用看他的脸色呀？你说是吧？对啊，那大同，你一定可要多多挣钱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话说这三王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倒没说什么。哎，晴柔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如果这穿越回去的关键真是这皇族宗祠里的什么宝贝，要想得到它，可不容易啊。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王妃，所以啊，这关键还是这三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抓住啊！我现在不是正为这事儿烦着呢吗？阿广，晴柔，你怎么了，阿广？这些还不都是孔少商要的胭脂水粉，可沉死我了！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哪儿啊？他嫌厂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，怕伤了他那吹弹可破的小脸儿，所以从香膏到腮红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他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刻都没歇过，快累死我了。那你干嘛听他的话呀？我这不都被他逼的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反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红色还是黄色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怎么给他颜色看啊？阿广，你试过辣椒粉、腮红吗？你这是要弄死我呀，姑奶奶！瞧你那点胆儿，还想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？我当然想啊！我现在就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后槽牙发紧。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。我现在呢可是准王妃了，仙齐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在这个灵齐王府里，我现在是最大的了。那你可得罩着我啊！放心吧，就等着你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啊！得嘞，看我不整死丫的！双双姐，做个东西那么慢，你手癌呀？哟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您吩咐的东西我不得认真做啊？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吓死我了！王爷啊，不必。切，真受不了。双安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哎呀，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安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
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，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白活干啊。也好，也好。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倒夜壶吧。在下告退。李大哥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活该。李大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让他专门给你刀功夫。好啊。